炎炎夏日係調理身體嘅好時機，喺傳統嘅中醫內邊，心伏天陽氣最盛，呢個時候人體嘅腠理疏鬆，氣血流通順暢，係心伏天灸嘅黃金時段。借以自然界嘅陽氣潛藏之勢，將陽氣潛藏到人體內邊，補益人體嘅陽氣，從而減少寒性疾病嘅發作，達到冬病夏治、強身健體嘅作用。因此，我們普門堂精心籌備嘅心伏天灸嘅活動即將開始啦！普門堂專業嘅中醫團隊，憑借豐富嘅經驗，會根據你嘅體質，精準選取穴位，為客人量身訂製心伏天灸嘅方案。無論你係長期受呼吸系統疾病嘅困擾，例如慢性支氣管炎、過敏性鼻炎，定係長期被消化系統問題糾纏，如慢性胃炎、消化不良，抑或是宮寒、關節疼痛等折磨，心伏天灸都可以疏通經絡、溫通腑臟、去除體內寒濕。我們精選嘅胡言索、白芥子、細辛、白芷等氣味濃、走傳力強嘅藥物，外透體內嘅寒氣。針對陽氣嘅虛損，使用玉桂溫補腎陽，引氣歸元，令客人喺舒適放心嘅環境內邊，感受中醫傳統療法嘅魅力，為即將到來嘅秋冬季築牢健康防線。唔好再諗啦，快啲嚟普門堂試下心伏天灸，呢個夏天普門堂陪你一齊健康。